嗱，歐盟咧就要撥款支援呢個烏克蘭嚇。首先咧第一批嘅款項90億歐元，咁但係咧歐爾班咧即係匈牙利而家現任嘅呢個總理咧就梗係阻住啦，因為佢係俄羅斯走狗啊嘛。好啦，咁烏克蘭嬲起上嚟，咁炸咗呢個管道啦炸咗呢條叫友誼管道啊！呢條管道叫友誼管道，就係咧輸往呢個匈牙利同埋咧斯洛伐克嘅一個主要嘅天然氣嘅呢個管道。咁炸咗之後咧，佢哋咧就能源大缺啦好大鑊嘅，點算啊咁樣？咁佢哋咧而家歐爾班急到點咧？佢話我哋必要時我哋要出兵捍衛嘅天然氣管道甚至乎要教訓下你烏克蘭咁樣講到咧好囂張。好啦，結果咧澤連斯基咧仲囂張，點解咧？因為而家開始有底氣啦嘛。澤連斯基話你嘅歐爾班係嘛？如果你再阻撓咧呢個撥款嘅話咧我就會話俾我哋嘅武裝部隊知你嘅地址喺邊度，你嘅坐標喺邊度，佢哋會用佢哋嘅方法打電話話俾你知噶啦咁講。